原來食錯啲嘢加一個壞習慣，真係可以搞到你嘅子宮卵巢出問題。唔想中招，你一定要知呢啲。而家好多女仔都有子宮肌瘤、多囊問題，除咗遺傳、壓力、作息差之外，其實食落肚都好關鍵。我身邊有位學員本身都有多囊，經過2個月嘅調整都細翻晒，想自己卵巢、子宮穩穩陣陣。呢4個 NG 食物加一個壞習慣，真係要小心。第一，甜品同埋甜飲，成日糖分高嘅嘢，胰島素升高又容易致肥。甜食唔止搞亂荷爾蒙，仲有機會阻住你排卵，搞到經期大亂。第二係飲酒，飲酒會影響肝臟，令到荷爾蒙代謝變差，卵子難成熟，好容易令人哋有暗氣。第三係油炸同埋加工嘅食物，啲壞嘅脂肪勁多，唔單止肥咗，仲會令血管阻塞，荷爾蒙又亂晒，真係食多冇益。第四係捱夜，夜晚唔瞓覺，壓力荷爾蒙高企，卵亂晒，連皮膚都暗啞。周期冇定律，多囊更加難搞掂。我知好多女仔都唔知點樣開始改善飲食，唔使擔心，我做咗一份1星期輕盈嘅菜單，有需要嘅話留言+1或者私信我 send 俾你，記得 share 俾朋友一齊關心自己啦。關注迪安，一齊身心健康生活。